继续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，早起一透早去慰问检疫隔离关怀中心的人员。市长讲，因是安定民心的重要力量，护防隔离的民众身心灵拢会当得到安顿。另外，泰山的如意汽车有2个员工来确诊，但是新北市政府点名讲，无愿意来配合到疫调，命令停工2天，再去重新来营业。726个员工拢要有 PCR 阴性的证明，才会当上班。新北市泰山的顺益和如意2间车厂今仔日重新开门，不过大门关起来，敢若会使自2边的门出入。员工上班阁要有 PCR 的阴性证明。总共有126位的员工，在昨天晚上都已经，所有的 PCR 筛检结果都已经出来了，全部都是阴性，所以说今天复工是没问题的。员工一定要持阴性的筛检证明才可以进场以外，那10连制、量体温还有消毒等防疫措施都一定要做到。一位确诊的司机7号到如意汽车泰山营业所收车，尾互2位师傅，2个人伫12号暗时确诊。如意和隔壁的顺益互停业2天，因为互新北市政府点名无爱配合疫调。通知运营公司，希望能够及时提供平面配制图以及员工班表。我想这个我们不会，因为说实在的，在这个时间点，大家真的很紧张，他们真的给我们很多的协助跟指导。说的真的，如果今天没有他们，我们可能没办法这么快的复工。车厂八会讲只是误会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一透早嘛来关心检疫隔离关怀中心的人员。从5月18到今年的7月15号，我们总共接了14万通的需求电话，让我们市民在居家隔离这段时间，他的心身灵都能够得到安顿，让所有的协助、社会的关怀，也可以解决他们经济上的困难。就算昨会使算是无确诊的病例，侯友宜完成烦恼有温馨的传播链，嘛继续呼吁民众出门做体检，来防止社区的传播链，让疫情会使得到有效的控制。